原来牙膏除了刷牙还能这样用，活了400年，现在才知道。1. 将牙膏用牙签戳小洞，然后放到马桶里，就可以当成马桶清洁剂使用了，以后都不用刷马桶了。2. 墙上的画挂不住总是掉怎么办？在画的背面涂上牙膏，然后粘到墙上，这样就可以很好的将画固定在墙上了。3. 用牙膏可以轻微修复皮质磨损的部分。4. 在嘴唇上涂上牙膏，轻轻揉搓，可以去除嘴唇上的角质和死皮。关注我学习更多小妙招。几个妈妈都不知道的小技巧： 1. 把袜子脱一半反过来，你就有一双船袜了。2. 把拉链锁套在叉子上，轻轻松松套上拉链。3. 饮料瓶的侧面开个小口，把头发放进瓶子里，用吹风机对着口子吹一吹，你就拥有一个大波浪了。4. 准备一个牙刷，线瓶铺在刷头，针眼对着线压下去，再用另一根针挑起来就好了。5. 把卫生纸和瓶子上半部分对着吹风机尾部，对准墙角，可以轻松吸出污渍。关注我，学习更多小技巧。只有聪明人才知道的生活小技巧。1. 头绳用久变得越来越松，用吹风机加热吹一吹，头绳变得和新买的一样。2. 用大蒜在锅里画个圈，打入鸡蛋，你就会得到一个超级圆的煎蛋。3. 切黄瓜大小不均匀，在塑料瓶上割出一个口子，套上一个刀片，这样切黄瓜不怕伤手，速度又快。4. 洗袜子总是洗不干净，把它套在塑料瓶上，随便搓一搓就能洗得干干净净。关注我，学习更多实用小妙招。活了200年才知道的生活妙招。1. 夏天水果招来蚊虫，杯子里放一块香蕉皮，折成漏斗状的，只卡在杯口。2. 菜叶从擦丝器里穿过，轻轻一拉，轻松取下菜叶。3. 手里没有开瓶器，瞄准时机用力一撞，瓶盖就打开了。4. 挤出过期的牙膏，在污渍满满的水管上涂抹，擦拭后整洁如新。5. 装满水的锅里放入锡箔纸，放生锈的勺子和小苏打，煮沸后捞出。没学会的赶紧收藏。只有聪明人才知道的生活小技巧。1. 家里的地垫容易打滑，在底下铺一层保鲜膜，不管怎样都不会滑动了。2. 切菜容易切到手指，把罐头盖子取下来，套在手指上，就不用担心切菜会切到手了。3. 锅里的碗太烫拿不起来，偷偷拿来妈妈的衣架，将它掰成这样，是不是很实用呢？4. 把煮好的鸡蛋用杯子倒扣在桌上，来回摇晃几下，就能轻松剥去鸡蛋壳。5. 把橙子在杯子底部用力挤压，不用买榨汁机就能喝到新鲜的橙汁。6. 玻璃杯叠在一起取不下来，在杯子里放几块冰块，再放进热水里浸泡，杯子很快就分开了。关注我学习更多实用小妙招。把吸管上面的尖去掉，用打火机烤一烤，紧接着按压一下，把口密封起来，在里面塞入一些棉絮，然后再烤一下，把口密封住。这样在下雨的时候或在水中，里面也不会受潮，户外野餐做饭非常方便，真的太聪明了。教你几个省钱小妙招。1. 牙刷用到呲毛了，杯子中倒入热水，将牙刷放进去浸泡，就像新的一样。2. 将不用的牙刷头剪掉，放入沸水中煮2分钟，将它掰弯，可以当挂钩使用。3. 饮料瓶盖摆成圆形，用熨斗熨平，就有一个漂亮的杯垫了。正确的吃水果方式。1. 樱桃拔去枝干，放在瓶口上，用筷子捣下樱桃核。2. 芒果中间画一圈，一拧，芒果一侧就离合了，直接用勺子挖着吃。3. 用牙签在提子上画一圈，直接剥下就可以吃了。4. 切去石榴头部，再划个十字，掰开，用勺子敲下石榴籽。5. 猕猴桃切成2半，沿杯口直接将果肉刮下。6. 火龙果切去2头，再切成2半，横竖着划几刀，在沿边画一圈，果肉直接分成小块。7. 黄桃竖着划几圈，再横切一圈，一拧，果肉就离合剥下来了。活了30年才知道的生活小技巧。1. 把开水浇在鱼肉上，就能轻松取下鱼皮。
2. 米饭煮成稀饭了，上面放一片面包，等待一会儿，水分就被面包片吸干了。3. 在鸡翅的关节处用力掰2次，轻轻一拉，骨头就出来了，很快你就有美味的无骨鸡翅了。4. 家里炸东西剩下的黑油怎么办？1勺淀粉，1勺水，搅拌均匀，6层油温下锅炸，让淀粉充分吸取油内杂质，杂质淀粉凝固捞出即可，看油是不是变成清澈了。5. 吃不完的橘子皮千万不要扔，用剪刀剪成丝放进罐子里，加入2勺小苏打，加满水后密封保存，纯天然的洗洁精就做好了，清洁效果好，而且还不伤手。6. 把透明胶贴在西红柿底部，2个礼拜都新鲜。7. 裁下空瓶子上半部分，在瓶口插上吸管，泡在吹风机上，放进盖子里，打开吹风机，就可以做成真空包装。没学会的赶紧收藏。生活小妙招，学到就是赚到。1. 你是这样处理快递的吗？然而一个打火机就轻松搞定了，是不是非常简单？2. 倒可乐总是有很多气泡，把杯子扣在可乐上，倒置过来，这样倒可乐就不会有气泡了。3. 吃不完的蛋糕蹭得到处都是，放在盖子上扣起来就不会蹭到盒子，还保持了蛋糕的形状。4. 穿针的时候总是穿好几次才好，像这样把针头压在线上面，摩擦几下就可以穿好了。5. 这种面带一般都是从上面剪开，剩下的不好封口，换一个思路，从侧面剪开，用剪开的部分绕一圈就可以封口了。6. 快速去枣核，一把剪刀就能搞定，像这样夹住，然后旋转，这样就下来了，既简单还不浪费。700节布剪成圆形，用热熔胶粘在盖子上，用来存放针，拿取非常方便。把手套这样戴，又大又宽，折起来，来回拉扯几下，戴起来比之前的更服帖，也不容易掉了。还没学会的赶紧收藏吧。